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豬媽。今次我哋要傾一個好沉重，但又好值得我哋全港市民去深思嘅議題——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嘅長遠安置方案。上個禮拜五，政府終於開始諮詢業主，白紙黑字列出幾個選項，包括政府收購業權，即係俾現金你樓換樓換新居屋，同埋大埔園區安置。園區安置裏邊仲包含咗一個好關鍵嘅選項，就係喺宏福苑原址重建。點知事隔僅僅一日，身兼應急住宿安排工作組組長嘅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就急急腳出嚟話原址重建不實際，話會考慮改造社區設施。哇！呢個閃電落閘嘅速度真係快到令人嘩然。唔少居民同關注事件嘅市民個腦即刻彈出幾個大大嘅問號。既然你咁快就有既定立場，覺得唔實際，點解當初又要擺落問卷度呢個諮詢？究竟係尊重民意定係純粹做場戲？首先我哋要理解件事有幾複雜。一場無情火燒毀嘅唔單止係單位，更係好多家庭半生人嘅積蓄同回憶。長遠安置牽涉業權點處理、保險點賠、法律程序點走，仲有最緊要係千幾戶居民家家有本難念嘅經，想法點可能一樣？有人想拎錢走人，有人想留住社區網絡，有人想原區安老，所以之前黃偉綸司長都講會按法理程處理，提供多元選擇。至上個月尾都有居民聯署要求原址重建，話係重建生活尊嚴嘅唯一途徑。當時政府嘅回應都算開放，話會考慮唔同意願，兼顧善用資源。點知問卷一出，副司長隔日就親手冚咗其中一道門。呢種操作難免令人覺得政府係咪早就揸定主意？所謂諮詢只係想用程序嚟令某個決定合法化。咁究竟點解政府覺得原址重建不實際？有證券同工程界人士分析，原因離唔開幾個字：時間、金錢、效益。原址重建首先要處理原有業權歸屬問題，跟住要清拆，再重新規劃起樓，冇5年7載都可能搞唔掂。期間居民要去邊度住？呢個過程亦會用大量公帑。相反，如果喺政府已經擁有嘅熟地上起樓，例如而家傳得最熱嘅頌雅西路地段，或者安排居民直接換入已有嘅新居屋項目，效率肯定高好多，可以快啲讓災民有安樂窩。從行政同資源角度睇，政府傾向效率高、成本可控嘅方案唔難理解。但問題就嚟啦。有知情人士爆料話，一戶一社工收集返嚟嘅意見，原址重建根本就唔係主流願望。不過近日疑似有人帶風向，聯署人數短時間內由百幾人暴增至800人，仲傳出啲奇怪言論，話重建完留俾下一代，甚至話塊地日後會俾發展商起豪宅。呢啲傳言令政府內部覺得有聲音未必真係反映大多數災民嘅實際居住需要，而係想將事件資產化，攞到更高嘅賠償或者土地價值，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係咁，政府落閘表態就係想斬斷呢種不切實際嘅期望，防止有人利用災難嚟討價還價。不過政府咁樣做，同時又將自己擺上咗另一個火爐上邊，就係民意嘅壓力。火災發生頭1個月，全港上下真係齊心合力捐錢捐物，滿屏都係香港人加油。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大家開始返歸自己嘅生活，加上新聞熱度減退，輿情真係開始變。尤其係上個禮拜安置選項曝光之後，網上出現大量聲音，
話政府已經好慷慨，特事特辦，樓換樓着數過原本間舊樓啦，甚至直言圍標同監管不力嘅後果。點解要全體納稅人找數？呢啲聲音未必全面，但確實反映咗一部分市民嘅想法。同情心有限度，公帑運用要公平。證券人士都話，政府而家係行緊鋼線，一邊要妥善安置災民，體現關懷，另一邊又要向全港納稅人交代，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唔可以開壞先例。黃偉綸副司長急急落閘，某程度上可能都係想回應呢種怕補貼太多嘅公眾憂慮，想顯示政府把關嘅角色。咁居民自己又點諗啦？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白國明嘅態度轉變好有代表性。佢最初都諗過原址重建，但深入了解後發現仲雅西路有熟地可用，效率高太多。所以認為政府講清楚事實係負責任。而大埔區議員羅曉峰就呼籲居民要同家人仔細商量，喺議員書清楚寫明自己嘅情況同需求。佢提到而家居民最實際嘅憂慮，反而係如果揀現金收購，會唔會根本唔夠錢喺同區買返間類似嘅樓？等候上樓期間住屋安排點算？呢啲先係最貼地、最迫切要解決嘅問題，可能比起原址重建呢個情意結更加影響每戶人家嘅決定。講到呢度，我哋可以睇到宏福園事件已經由一場單純嘅災後救援演化成一個極度複雜嘅公共政策困局，裡面有好多層矛盾。一、政府行政效率定居民情感與意願。政府想快、想省、想可控，居民有權表達，甚至包含對家園嘅情感執着，兩者點磨合？二、公帑運用原則定特殊災難援助，特事特辦嘅界線喺邊？點樣幫先算合理，唔會造成不公？三、短期安置定長遠社區規劃。宏福園塊地本身有規劃用途，點樣處理先符合整個社區嘅長遠利益？四、沉默大多數定高調，少數點樣確保真正嘅主流意願被聽見，而唔係被最有組織、最識得發聲嘅一群所代表？黃偉綸副司長快刀落閘，手法上確實可以商榷，好易令人覺得諮詢流於形式，但背後反映嘅可能係政府面對上述多重壓力，急於想控制局面、設定框架嘅焦慮。對我哋香港嚟講，每一次重大災難都係一次制度同人情嘅壓力測試。我哋唔希望見到政府官僚主義，純粹用行政方便凌駕受影響市民嘅合理訴求。但同樣地，我哋亦要思考社會嘅集體同情同資源應該點樣分配，先係持久同公平。我嘅睇法係，政府與其急急落閘，不如真正打開天窗。既然問卷已發，就應該用最透明嘅方式，向居民同全港市民清清楚楚解釋每個選項背後嘅具體數據、時間表、法律障礙同埋涉及嘅公帑估算。債敲門，例如話原址重建不實際，點不實際法？要比其他方案多用幾多錢？要多幾多年？有冇可能透過特別立法縮短程序，將所有資訊攤開，讓居民喺知情底下選擇，亦都讓公眾一同監察？比起官員一句不實際就關門，更能讓人心服口服，亦都更能凝聚社會共識。同時，社會輿論對災民或許可以多一份理解，佢哋唔係貪心，而係面對巨大損失同不確定未來時嘅自然惶恐。當然，任何訴求都要合情合理，建立喺現實基礎上嘅。宏福園嘅路點行，考驗緊香港嘅管治智慧同社會包容度。希望政府能真正聆聽，居民能理性抉擇，我哋一齊揾到一條既有人情味
又對得起公眾信任嘅出路。唔知你哋又點睇？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點讚訂閱支持深度討論。